听说太阳广场一天是关门制，现在上去看看。哎哟，真的呐，铁将军把门。记得去年8月份开张的辰光，我回来拍过视频。像那种插树灯塔、吃饭、唱歌、跳舞、搓麻将，一连龙的席位形式，据说等那上海是行得不得了。上人晓得一台苏州竟然2眼没出黑呀！主要原因就是苏州人的生育余地比较多。苏州有200多个工地园林，上海只有一个发人发来的城隍庙。苏州有青山绿水、太湖、洋场湖、金鸡湖，各有千秋。上海只盖一条乌拉不出的黄浦江。苏州人可以在那森林里向侪给泥大墙做咖啡馆。上海寸土寸金，不侪给工商人啊，哪对得起搿点租金？森林慢卡，来过一道，谁不会忘记他个地方？喝喝咖啡，蹭蹭山后车，吃吃山开，点点鱼，踩着蓝山海个水，看看太阳落山个颜色。那种地方嘛，才是苏州人心目当中浪漫的天堂。再还没企业单位退休，能够活出事业单位的味道。当然了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水澳淡牛再漂亮，顶多不难做上白日梦。下家的双眼，银行卡上一看，哈哈，还是退休工资3700。他说一进去粉丝压制我排队，据说是想看看我。来3杯饮料，3块蛋糕，来寻我上去啊！这个想看看你呀，你这个嘛，我帮你交代交代，你觉得好呢？考虑用用产品。一样的，20张49块9，一包毛是机动钿奖30块。那么我马出去还赚机动钿奖。你随着这800万为上千万的，你看的打几5万块的，再上的呢10几万，为几十万的。老板，我跟你提个意见啊，你对这个门子呢，确实才没还吃，就是这个叉子太小了，要画的大一点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那个你送不好干，上门。毛四为市民的，大一派的。